大家问千万句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咱今来讲近视看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看考碗看读第一条。读看这是读鼻音，看的意思就是稳稳啊、慢慢的意思。咱讲看看来，或者是叫人看看时，意思就是叫人慢慢啊来，唔通赶。这个本音读做宽，代表是开阔、看人的意思。像讲宽心，就是叫人放心、安心，或者是唔通计较。另外，这个宽嘛富裕的意思，像讲宽裕，意思就是良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看看时，这个意思就是稳稳啊来、豆豆啊来、聊聊啊来、慢慢啊来，就是唔通赶。第二个词读做近视看班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愈赶的代志，愈爱看看时，安尼较袂出差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近视看班，食紧弄破碗。愈赶的代志，愈爱看看时，稳稳啊来，安尼较袂出差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看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